过年时出门旅游，消费就要注意可能会收到假钱。中华道店家拄着人客甲10块的银角甲电刀变色加做50块。若台北嘛有市场的摊收到假1000块，提醒乡亲就要特别注意。天气寒死时来啉一碗烧汤。中华鹿港老街即间咧卖鱼丸汤的店头，二人因为无用咧做生意，互人客家己找钱。不过所有民众甲10块的银角甲伊电刀变做是金色的，加做是50块甲藏落。这间店头发现了后，赶紧伫人面车社团甲大家提醒，其他的民众亲头看到，马上就是真的。会觉得大小有点不太一样，所以一开始你也认错就对了，假的吧？有人把它电镀成，对啊，电镀成金色。店头讲过年期间人客较济，用互相信任的方式，互人客家己找钱。了后因为要找钱，互其他的人客，对方还阁问讲是安怎这10块是金色的，才发现有假钱。目前并无按算要报案，不过会提醒员工甲其他的店头注意。不要只听丢下去有声音就好，稍微看一下。但是有时候我们生意一忙起来的时候，来不及了，真的来不及了。然后我们会注意说汤会不会去烫到，但是比较不可能去注意说，这个钱到底是真的假的。也若伫台北永春市场有反啊收到1000块的假钱，毋但无防卫线，看到嘛较细张嘛较薄，普文伫人面车甲大家提醒。当去到市场，其他的反啊讲确实有听到这个消息，嘛讲年节的时阵因为较无闲，可能常常无注意到。会长有跟我们说，听到有店家有收到假钞。对，其实每次到了过年过节都这样子，都会这样。对，这种东西有时候可能我们有收到，因为可能忙，可能你没办法去每一张就辨认得很确实啊。中央银行伫官方网站有教民众安怎分辨真钱甲假钱，1000块会当注意敢有浮水印、粉状的字，油墨敢会变色等等。也若50块的会当看孙中山甲丢水的细节，敢拢是有立体嘛清楚，而且小可灯色15度，嘛会当清楚看到稳状的字。假使若摕到假钱，会当送去金融机构或者是警察局来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